10零萬你就可以攞到一套全新裝修，而且係4房2廳2衛，4房喎，仲要有個大平台，而且全新裝修。你睇下個裝修，好新淨，全部無主燈，出邊落地玻璃窗封咗窗，而且呢邊有4間房2個洗手間。呢邊呢，嗱睇到嘅全部都係新裝修。咁跟住呢，廚房又夠大，再嚟睇一個廚房出嚟，哎正！嗱呢個位置，咦隔離有人養狗喎。嗱呢個位置成個平台都係你嘅，出咗嚟之後，呢個陽台大概係80到90方左右啦。你中意曬中藥 BBQ， 請朋友翻嚟飲茶都 OK 嘅。夜晚睇星星又一流。咁如果你對呢種產品有興趣，而且4房大個露台，真係10零萬首付，幾千蚊月供搞掂，好嘛？記得喺評論區揾我，跟住我帶你過嚟睇樓。咁好啦，今期就到呢度啦，我係老新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